中午时间，学生们迫不及待地冲进餐厅，就怕手脚比别人慢了一步。因为看看这台面的菜色，有番茄豆腐、茄子、苦瓜咸蛋，另一边还有好几道青菜，加起来有20道。主菜有卤排骨、炸鸡腿，还有和手掌一样大的鸡排，只要吃得完，要加多少都行。要让黎明高中的师生们吃饱饱，比之前的统餐还好吃很多，而且你每天会想要来吃午餐，因为你会觉得有一份期待感。大家都自备碗筷，把碗公餐盘盛得满满满。黎明高中把学生餐厅做了改革，变成自助餐室，不仅在菜品搭配和口味方面下了功夫，也特别重视学生的饮食习惯，让他们自己选择菜色与营养。薄利多销方式，一餐65块让同学吃到饱，没有限制，只要不浪费为原则，我们不限制它。每一天会轮流一个年段到餐厅来用自助餐。那自助餐大概是用这个吃到饱的一个方式，那让学生就是他可以吃他自己喜欢的菜色。那餐厅这边也是每天都会更改不同的菜色，去满足学生。餐厅每次可以同时容纳500名学生用餐。对于不想到餐厅选菜的，也可以利用网络订餐，有5种套餐可以自己选择，还能根据个人需求来加量。校方未来会持续收集师生意见，不断优化，替校园餐食注入新活力。记者周怀台的报道。